鐵路處處不便利，唯有等鐵路通車。我願在現今年代中搭車，處處便利，去邊都得。看住地下的行駛，彷彿身處在同年代中傳。現在鐵路網四通八達，去哪都不是問題，不似以前去哪都不便，在大西北搭輕鐵遊洲。如時光重回1979年，時光已回到當年代中，尋找快樂時光，但鐵路處處不便利，唯有等鐵路通車。我願在現今年代中搭車，處處便利，去邊都得。回想地下鐵通車，人人興奮慶祝於同年代中。1979年鐵路網不便，去邊都係問題，那般不便不似假日，在大西北冇鐵路，鐵路處處缺乏於當年代中尋找快樂時光，但鐵路處處不